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44篇3節，因為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刀劍得地土，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城，乃是靠你的右手，你的膀臂和你臉上的亮光，因為你喜悅他們。因為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刀劍得地土，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城，乃是靠你的右手，你的膀臂和你臉上的亮光，因為你喜悅他們。喺人生不同嘅境況當中，我哋有智慧同埋方法去化解困難，都係因為神嘅恩典同埋幫助。回想神以慈愛同埋信實嚟看顧我哋，一切嘅得勝乃係我哋尊神為大，讓神喺生命中掌權嘅確據，而非單靠自己嘅能力或世俗嘅力量。又喺聖靈嘅光照下，省察神人之間嘅約係愛嘅盟約。感謝神以慈愛救贖我哋，使我哋能夠喺世上靠你得勝。奉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